就是有咱做事的方式，事主书报就问到家己的重点咯，咱后边人我家医生举手来先，咱这面的后边，搁咱会议咱的热恩大仙周点传师的开会，伊就负责人的教育，甲咱蔡点传师的慈悲，互较有即个学习的机会。今仔日呢，这首的歌叫做《诗人谁替》书的责任，什么人要来提？其实咧讲呢，即个什么人，即个老师的即个书评，因为咱老师讲着即个三河普渡的即个代志呢，其实是伊有讲伊是头一届，来担任即个三河普渡的代志，所以讲，咱今仔日有幸会当含即个，会当成为咱的最高老师的即个助理呢，所以讲，其实即个随题伊意思就是讲，咱遮个助理含咱的老师呢，共同来承担即个三河普渡的即个工作所以咱即马，咱来读一遍读一遍，咱后下来简单来解释一下咱这边看为了让天地万事。天空中要是万万语，可爱之中加着开发存，可患有缘快快听，不得大地好光景，天空一片贵星星，马头了解主的心情。修得难免不顺的逆境，坚定的意志，永远不变。需要日夜期待着，多日假日会天庭。拢有为着咱着重经济完成，历尽风霜也是无关键。所以较早咱咧讲嘛，因为咱有幸会当成为这个老师的助理，所以就是含咱的师尊共同来，因为即个三德的重任呢，做伙来共同承担，来希望咱完成一件代志。那么历尽风霜也是无怨言，历尽风霜其实呢，像咱的咱的地方也是咱的中心的即个点传师尤其是因咱台湾医生讲起来其实拢无讲辛苦啦，真正辛苦是出国开荒，迄是非常辛苦。所以讲伫咱的访问温度内底，咱老师就讲，伊讲手开荒，鳌头独占，是讲开荒鳌头独占的意思是状元的意思啦，就是讲，来讲较简单讲第一名的意思啦，那么咧是安怎出国开荒，是真正非常的辛苦，因为过去师傅有讲一句话，是讲只有心力医顶，才有的印象，就是讲你有实地去行入迄个景，你才会感觉讲，确实真正，因为你比如像讲出国开荒，迄是真正像校长兼讲经啊，爱讲道理，爱主了理，像譬如过去咱周点禅师，是毋是EQ 入去开荒，摆就是讲搭一个物件，做一个塑料，做一个即个食物件去，摆就是超工，包括咱蔡经理，咱蔡经禅师，伊自刚开荒，因为在迄个当时大部分拢是含咱的国泰禅师，含伊做伙去
所以逐摆都超过，这是真正有影。所以讲，这是，所以咱的师傅就是一概很一般引讲的，讲咱周点传师咱责任大先是背着慈悲走，所以讲咱真人嘛是因此有开悟，有因故的，是讲咱去开通爱赞的，爱赞的物件去，就是啥？第一就是慈悲，第二就是爱心啦所以讲，譬如像讲咱负责人呢，迄是因为即摆的疫情安尼还是包括咱电传师嘛是共款，因为疫情安尼咱较拢无去无出国，尤其像咱负责人是毋是泰国迄个大陆、泉州、浙江、青岛真正讲袂当讲咱像安尼全世界到透透，而且呢，咱内底伫台湾会当讲伫台湾时间实在是无偌久的时间，大部分拢是伫外国啦所以讲伊就是历经了即个风霜所以伊无迄个无怨气一直将食苦当作食苦所以欢喜做甘愿受啦。那么普太其中教着大法尊，普万有缘快快听所以伫咱王老本主内底伊嘛有讲的，伊讲普海中教着法尊，度万求治，三天书二三万，显照人文，国有公家因情，诸诸精进，替天传，代天化助念师尊这老稳有甲咱讲伊讲咱伫即个普海当中，咱个诸天神性，诸天的生物甲真心修万道，即个天道的地主就是到处咧称扬咱即个天道教示着咱即台法存，到处去度化咱的兄弟姊妹咱即个元胎佛祖。那么三天书，这个三天书就是讲救度众生的即个大事啦三个普度的圣事这是伫人间的法理但是呢，天照着人来宣化来称名，因为上天爱靠着咱人来宣扬即个天道所以讲，伫即个咱求道的迄日是毋是会讲一个天不言算下咧去介绍时伊会讲天不言白不明必须爱心人合力来天宣化所以讲就是讲到咱天照着咱人来即个宣扬即个大道国境公家因情诸诸精进，每一个人拢爱凭着即个殊胜的因缘就爱努力来学习精进好好来即个修办代天宣化帮助师尊救度众生兄弟姊妹所以即个诸诸精进就是诸诸就是不惜，就是讲无贫困无贫困即个行所以讲，伊就是咧讲伊咱进修的是菩萨道，咱修菩萨道必须要勇猛精进所以讲，伊讲替天传代天化助念师尊所以讲。咱着爱尽心老母哩甲咱讲，叫咱着爱尽心尽力来帮助恁的师尊所以咱老师有咧讲伊讲你到即个天时，到即个时阵咱就是人来天，天来人，如此才会当双方携手共进所以讲，咱。即个负着家己好公益，全拢要提贵心性，望图了解师的心情。所以讲咱老师就咧讲讲鼓励发出恁的爱心，展露恁的智慧之光发伸出你一双无为慈悲的手，去平无数利益众生的功德所以讲老师
咱讲，这是老师甲咱讲的吼。那么呢，修道难免遇到不顺的逆境，坚定的意志永远无变。所以也期待着多年早日会变成。吼，咱过去祖父咧甲咱讲，咱即厝无断着吼，即个法师本也无断着即厝诶，咱诶上天讲道，就爱搁等甲办9200年吼。但是呢1290-1800年，迄个时阵呢，咱嘛无一定会当有即个咱即个人生吼，当过来世间有着天道降世的即个平平吼。所以讲，迄阵咱父亲人有咧注意的时阵，伊有讲着一个吼，万归于父母，就是讲伫大海内底一只青蛙的牛吼，伊拢就是讲几千年吼，1000年后浮起来水面一解，浮起来水面一解吼，即个海水内底有一块木材，迄个木材内底有一个空，当伊冲起来的时阵，迄个头冲起来的时阵，拄啊好伫迄个空内底，咱若甲想啊，即个几率大嘛低。其实即个几率是足低啊吼，所以讲，就是讲拄啊好，伊冲起来拄啊好，去拄着即个空，表示讲吼，即个几率加咧优呢，所以咱今仔日会讲来拄着即厝大开普渡的优呢吼，这是非常非常的殊胜啊吼。所以讲，迄日咱父亲人甲咱准备一句话，伊讲大道求真得遇，遇而不修是愚痴。伊讲吼，大道有足侪人吼，咱要来度伊来求道，伊拢无爱吼。但是呢，咱来世间厝的即个普渡去，但是呢，有当时啊，吼，要度你本爱来求道，但是求道了后呢，有幸来求即个大道了后呢，咱要叫伊来修吼，要叫伊来参悟修办法的工课，你却毋知影通，你却无爱吼，毋知影通修，安尼你是愚痴吼，无智慧吼。所以讲呢，咱伫咧修道当中，拢会有逆境的时阵吼，咱就爱坚定咱的意志，因为呢，咱都会坚定。咱敢知影讲，每一个人拢有无常，咱毋知影讲即个无常是明仔载成道还是无常成道，像到咱即个姚讲者伊嘛有讲，即个台铁太鲁阁号发生的代志，大家是欢欢喜喜要倒去拜祖先，咱较会知影讲伊会去做一届的即个接受即个无常死后伊的，所以讲呢，立心主动，啥物人无死啊？啥物人毋免死？但是呢，我搁好嘛足惊死啊！所以讲，但是咱负责人甲咱讲的惊死到路用，惊死无路用，咱就是爱把握当下，甲即届要转去的即个代志做落好势。啥物叫做要转去的代志做落好势？就是修道办道、学修讲办的遮个工课，就是讲修咱自己、修己度人的即个工课，咱爱尽着咱的职责甲做落好势。那安尼有一天，咱的无常来到的时阵呢，咱这是解脱毋是死亡所以迄种价值是无共款的啦这是无khác的咱今仔日的即个道歌大概的陈述啦咱即马就来，咱即马就来唱道歌。